别出心裁，烟火被星辰。难道是要给我打电话啦？真是过分了，居然不是打给我。搜神号后面还有很多考验，但迄今为止，不负所托。 看到了吗？看到了，恭喜你们发射成功。晶晶，宣布发射成功的时候，大家都在鼓掌。我忽然想到很久以前，你对我说。 你已经是看过最多星星的一只兔子了。今天，我真的可以去看更多的星星了。谢谢你。你转过来，我在你身后。 这么大了，还这么皮。你越过星海，携着光而来，我心若尘埃，不忍染裙摆，爱别出心裁，烟火被星辰青睐。转身才明白，心空了愉快，辛苦了。 这些年对不起，我有点没顾上家。没关系，我以你为荣，以你们为荣。 心动了，却怕配不上你想要的未来。走，我们去开庆功宴。我们还有庆功宴呢。对啊，严格来说，是火箭院和基地的庆功宴。哎，对了，搜神号现在飞到哪里了？ 搜神号啊，才刚刚踏上征程，任重道远。